师傅，3月回来了。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。我不该公私不分带礼物来上班，我也不该粗心大意弄错遗体，我更不该受点挫折就说不干了。总之，今天都是我的错，请您原谅我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想留下来。师傅，3月跟您承认错误呢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啊什么啊？从中午到现在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上对面吃了个面。吃面？你吃什么面要这么久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师姐都快忙得四脚朝天了，你倒好，还吃面。我告诉你，面账250，你光吃不干活，要会变猪的。你要再这么混下去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师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行了，3月，快过来，帮我抬到冷藏间。等会儿。上个厕所。他有病，还有阿尔兹海默症。谁？师傅呀。别说你的名字了，我的名字他有的时候都经常叫错呢，偶尔也会忘记工作中一些重要的事儿，所以他不是故意要扔你的狗，他是压根儿不记得办公室里还有一只小狗。你谁呀？我是您的徒弟呀。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你把我狗丢了。什么狗？我不知道你什么狗，他什么狗？狗。那他这样得吃药吧？看医生了，也吃药了，但是这种病就是只能缓解，没法根治。他这病吧，工作还好，不工作的话，更容易病情恶化。师傅这人还要面子，不想被人当成病人，所以以后他要是再有什么失常的举动，你千万别揭穿他，也别跟他顶，你就把这当做一个善意的欺骗吧。那他这样还能工作吗？现在病情还不算太严重，应该是能吧。你呀，别看师傅天天面黑嘴硬的样子，其实挺脆弱的。师母早些年过世了，师傅就一个儿子，还常年在国外不回来。他回家就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，要再不工作，成天自己跟自己待着，病情进展肯定更快。所以这些年，他一头扎在单位，白天黑夜的忙，动不动就训人。既有他对这份工作的看重，也因为他明白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不了多少年了。但这样什么都不说，真的好吗？你别忘了，在成为病人之前，师傅可是这儿最好的遗体整容师。哎，你那狗呢？放上新面馆了，下班之后去接它呗。文书人不错，房子找咋样了？慢慢找吧，房子这事儿可遇不可求。那千万别说你是殡仪馆的啊！骗人不太好吧？这不是骗人，对于心存忌讳的人来说，你瞒着点儿，那是体贴他们。我不需要那样。那你就试试。不行，去找别人吧。不行，不租，不行，嘘。雅楠姐的嘴是不是开光了呀？这么灵。
我住这儿，来鞋，新换的。谢谢。这边，水、饮料、咖啡都有，你喝水吧。我不用，谢谢。你不用，但你皮肤需要。你看都起痘了，典型的水油不平衡。来。呀，来啦！师姐，你也来啦，好乖呀，我们都见过。这是格格，我这房子前年买的，买了之后就开始跌不休的跌。这不是为了还贷吗？我就招了俩租客，一个是格格，另一个姐们刚搬走。房子没问题啊，他知道我和格格在殡仪馆上班，吓跑了。你说这年头还有房客嫌弃房东的？你看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就在这住着，房租950一个月，既付，物业归我，水电煤咱们平摊，合适吧？那我可以按月付吗？行吧，而且第一个月的房租要等我拿了工资才有。都穷成这样了吗？那你上午还那么硬气呢，说不干就不干啦？行不行吗？行吧，看在小狗的份上，它那么可爱，那你俩玩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他去哪儿啊？去相亲。